诸葛大人，画像中的女子你可否认识？不过就是神侯府仙鹤寺的一名女捕快罢了。今日不看画像，我都记不住了。哦，想不到安王爷记性这么好啊！那此女子叫什么？楚离墨。不对吧？她应该叫楚映雪。湖州秀女，楚映雪。楚离墨就是楚映雪。诸葛大人，你别装糊涂啊！之前你谎称秀女已死，这已经犯下了欺君之罪。诸葛大人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名字可以改，可这样子是变不了的。诸葛大人，我再问你一次，此女子在不在你府上？诸葛大人，秀女之事事关重大，我们千万不可以为了一己私利，辜负了皇上对我们的期望啊！是襄王，但此女已经不在神侯府内做事了。什么？不在神侯府？诸葛大人，你的随机应变的本事是越来越高明了。好了，神侯府内竟然私藏秀女，石耿，在，我会命六扇门协助你前去调查，找出秀女。是。搜查神侯府！站住！你们当神侯府什么地方？说搜就搜！遵命。让他们搜。神侯府私藏秀女，襄王命安王爷带领六扇门前来搜查。你们神侯大人已经招了，一会儿抓到楚映雪，看你们如何交代。搜！哈哈哈哈哈！启禀王爷，我们各个地方都搜遍了，找不到秀女啊。退下。是。诸葛大人，神侯府私藏出逃秀女，你们这是公然与朝廷作对呀！诸葛正我不敢，我已经说过了，楚离墨不在神侯府内。别以为找不到楚离墨，你们就能逃过罪责。楚离墨一名藏身在神侯府，找到找不到，全是你们的责任。反正人已经不在了，看来安王爷要空手而归，神侯府让安王爷失望了。楚离墨就在神侯府，襄王知道的一清二楚。就算找不到他，难道你还逃得了干系吗？你到底想怎么样？你现在要打吗？你不要以为这样我们就不得无礼。神侯府私藏秀女，已经犯下了滔天的罪行。从今儿个起，你们所有人都被停职查办，直到你们交出楚映雪为止。这是襄王的命令。走。师叔，林墨是我执意留下的，这一切与师叔无关，请师叔把我交给襄王发落。这件事是我干的，一人做事一人当，跟他们无关。只要能够保住神侯府，铁手愿意承担一切责任。好了，都不要再说了。安世耿的目的已经非常明确，他就是要整垮神侯府。离墨的事，不过是他抓到的一个把柄。就算没有私藏秀女的罪名，他还会想出其他的借口来。安世耿的计策我们早就知道了，如今最重要的是我们要保住神侯府。看来，只要我们自首，这个案件就会和世叔脱离干系。这样襄王就不会怪罪世叔，神侯府也不会有事了。哎，有你们在啊，安世耿还会忌惮三分。如果我把你们交了出去，那就真的是中了他的圈套了。
那只会让安世耿更加为所欲为。现在还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啊，我们应该要想想办法，来解决目前的困境啊。解决困境，只有让黎墨先不要回申侯府来，这样申侯府和他或许还能有一线生机呀。可现在申侯府被封，皇上得了重病，襄王又是非不分，这……看来我们现在只可以自救。天真啊，你一大早就跑来找我，究竟是为了什么事情啊？小侄听说神侯府被查，神侯府的神捕们都不让外出办案，所以有些担心京城日后的治安，所以赶紧来找叔王。原来你是为了京城的治安来的。京城的治安已经交给六扇门处理了，怎么，你是嫌他们办事不力？哦，那倒不是。六扇门这么多年来也有自己的功劳，只是新上任的余春同总理毕竟年轻，在办案经验方面还得靠诸葛大人。小侄有心为诸葛大人讨个人情啊。怪不得你要替他说好话，听出来你们俩的私交果然很好。这世耿还真是提醒的好啊。安世耿，徐天，世耿与你都是我的侄子，按理是没有什么里外之分的。不过你看，自从你叔王我当了监国之后，这世耿无时无刻的替我排忧解难，建言献计。反观你，什么都不做，老是替外人说好话。叔父可要提醒你一句，不要再跟神侯府的人交往过密了。叔王，诸葛大人他不是那样的人，倒是这安世耿，历来都是心存狡诈，还望叔王你多加小心呢。好了，你不要再说了。这些事情，我都会看在眼里的，也会放在心里的，你不用再管了。是。神侯府被查封，你被革职了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安世耿发现楚灵墨就是出逃的秀女，并以窝藏秀女一罪查封了神侯府。而这襄王已经把这件事情全权交给了安世耿去处理。一旦抓到了楚灵墨，窝藏秀女可是大罪，你是神侯府的总管，这一旦罪成，恐怕……我并不担心自己的安危，只是神侯府被查封了，接下来安世耿就可以在京城内横行无阻，为所欲为了。真不知道有多少人要遭到他的毒手。你统领神侯府这么多年，立下不少汗马功劳，也许可以将功抵过。不如我去找襄王说明实情，一定还有回旋的余地。哎呀，没用的。李默的原名就叫楚映雪，她的确就是出逃的秀女。如今证据确凿，我也难辞其咎啊。就算去找襄王，也是无法挽回啊。那如果由我出面，或许……娇娘，我身为神侯府总理，就该有所承担啊。如果所有的事情都要你出面解决的话，传出去，我这诸葛神侯颜面何存呢？但神侯府从此不能再查案，那整个京城又会变成怎样呢？事情到了这个地步，全是安世耿一人所为。你是说，整件事是安世耿布的局，是他存心陷害你？神侯府在安世耿心中一直都是一根刺，他恨不得马上除掉我和四大名捕，好为他的复仇之路扫除一切的障碍。那照这样看来，安世耿阴谋陷害神侯府，那他下一个目标一定是你。我真的担心你的安危。你放心吧，虽然我被革了职，但他想加害我并不是那么容易的。只不过……什么？
如今神侯府已经被查封了，而六扇门也逐步被安世耿控制在手里。接下来，他在京城内，真可以说是一手遮天呢。不行，这件事情我一定要。你千万不要插手管这件事，先静观其变，看看他的下一步究竟会怎么走。申侯府是世叔多年的心血，现在被封了，他老人家一定很难过。这一切都是安世耿一手造成的。我们现在已经不再是捕快了，整个神侯府再也没有权利去查案。虽然我们不是捕快，但是遇到不平的事，我们还是可以出手相救，继续惩恶扬善。我们要好好想办法光复神侯府。现在神侯府被封了，襄王、六扇门和安世耿的人肯定会盯着我们。接下来，安世耿一定千方百计，想尽办法阻挠我们光复神侯府。要光复神侯府不容易啊！难道我们怕安世耿吗？不是，好汉不吃眼前亏。我们先听世叔的安排吧。哎，师叔呢？师叔心情不好，已经到明月楼喝酒去了。唉，想不到神侯府被封了，世叔才有时间见娇娘，真可怜。皇兄，你已经很久没有来明月楼了。自从蝶舞死后，我就不敢来这个地方了。蝶舞是我最好的朋友，他的死，我心里也很难过。这一晃，他都走了10多年了。可是本王依然觉得，他还在我身边。皇兄是个重感情的人，蝶舞是你一生所爱，你对他的死一直耿耿于怀，放不开。皇妹，如果一切都可以重来，该多好啊！越是良辰美景，越是情深孤独。今天你约本王来，不仅仅是为了缅怀过去吧？这明月楼是你和蝶舞见证爱情的地方，我可算是你们2个半个媒人。话说回来，本王应该感谢你才是啊！若不是因为你，我又怎么可能会有蝶舞这样的红颜知己啊？皇兄要是念在这份情谊上，皇妹有个不情之请，但说无妨。请皇兄放过诸葛正我，手下留情。神侯府被查封，诸葛正我被革职，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，皇兄试想一下，凡事都要留个余地啊。神侯府窝藏出逃秀女，本王查封神侯府，也只不过是例行公事罢了。我知道事实俱在，今夜请皇兄来，只是想做个中间人，希望皇兄跟诸葛正我停止斗争，大家都退一步，免伤和气。你知正我，我知蝶舞。唉，就看在蝶舞的份儿上，本王知道该怎么做了。皇兄能够明白皇妹的心意，那是最好了。把这杯酒喝了，喝了，你的心就安了。多谢皇兄体恤，有你这句话，皇妹就安心了。时候不早了，本王告辞。
恭送皇兄。朕我，哎，娇娘，娇娘，你怎么了？怎么突然就不舒服了呢？我也不知道，就是肚子很疼。娇娘，你的脉象很乱呢。你还记不记得你吃过什么，还有喝过些什么？我什么也没吃啊。我就是和安世耿见了一面，喝了一杯酒。娇娘，你应该在屋里待着，怎么跑出来了呢？快坐。这酒里有毒。这毒啊，并不是要取你性命，他只是想恐吓你罢了。他居然不念兄妹情，连我都不肯放过，简直是丧心病狂。哎，我早就跟你说过，不要插手沈侯府的事。我以为兄妹一场，他会念在兄妹的情分上，手下留情的。我知道你是出于好意，但你去找安世耿商量，那简直就是与虎谋皮呀！再这样下去的话，我怕你会惹祸上身呢。我是为你好。哼，你呀，真要是为我好，就别再管这件事了，否则我反而要为你担心，啊？武清公子，如愿姑娘的墓被挖开了，她的……你把亲手埋葬的东西全都挖出来了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你不是决心要摆脱过去，埋葬往事吗？这泥土的痕迹，好比你内心的伤痕。就算表面擦得再干净，那也抹不去你心中的伤痛。你这样，只是在折磨你自己。早知今日，当初我和黎墨姐姐就不应该努力唤醒你的记忆。没有记忆，你就不会回到以前的痛苦中。不，我很庆幸我能寻回记忆。我记得如烟怎样死。他在我的怀里，双手紧紧握着我，慢慢地闭上眼睛。那种感觉，那种滋味，深深地印在我的心里。所以你留恋这一切，牢牢地握着它，却永远捉不到；轻轻放手，你才会拥有。你为什么还要苦苦纠缠，不愿意放开这一切？或许，这已经是我的全部。
进来。统领大人，襄王刚才捉宫里的张公公来，让您午后到宫里一趟。要是宫里出了案子，就叫于统领去查办。我身子乏，懒得动了。张公公的意思，让您务必亲自去一趟。那好吧，再把无香药膏给我拿来点儿。回禀大人，于副统领说他那里现在也买不到了。春桐呢？叫他亲自来给我回话。于副统领办案受了伤，这几天也请了假。大人，我让人调了些参汤，大人用一些，我们兄弟们护送大人进宫吧。好吧。都等了1个多时辰了，怎么还不见襄王来？韩大人，韩大人，你是？哼，难怪大人不认得我。安某很少进宫，看大人身体欠安，气色不对。莫非是频繁进女色，掏空了身子？哪里的话？这又不是什么坏事，说说无妨嘛。属下恭喜于统领，贺喜于统领。从今往后，我们就跟着您了。是，拜托统领。好。对了，韩大人走了吗？哦，韩大人本来是要收拾东西的，可是这一回来就头疼了，没有这无香药膏，他是起不来的。现在还在屋子里面躺着呢。总领大人，不如咱把他给打发了吧？哎，急什么？这么着急把韩大人送出去，显得我们六扇门也太不近人情了。好，你带路，领我去看看韩大人。是，于统领这边请。大人慢走啊。大人，您好些了吗？你先回去吧。是。
哎呀，无香，给我无香！韩大人，韩大人，韩大人！哎，干什么呀？求求你，给我点无香。无香？啊，本总领从来没有听说过什么无香啊。陈威，这里没你的事了，还不快走？可是韩大人他……哎，你可别忘了，现在谁是六扇门的总领，谁说了算。怎么？你现在是总领了？对呀。你怎么还不走啊？朝廷发你俸禄是让你外出办案的，还是让你在这里照顾一个和六扇门没关系的人呢？韩大人，我先出去了，您要多保重。传统，你现在是总领了，你替我向襄王求求情。六扇门是我辛辛苦苦打下来的天下，我舍不得离开弟兄们。可惜呀，打天下容易，做天下难呐。韩大人，我真替你感到惋惜。你呀，就是太相信人了。你说乌香药膏这种东西，谁都知道有依赖性，可你却偏偏还要用。我那么多银子给你买了乌香药膏，来好好的孝敬你，可是到头来，你还是没这个福分。算了，都是要走的人了，我就不留了啊。原来是你在加害于我。哎，话可不能这么说，这能怨谁呢？你好好想想，这么多年，我从一个六扇门小小的学徒捕快，苦苦的熬啊熬啊，无穷无尽的探案子、办差事，好容易才熬成了一个副统领，可还是在你的手下仰人鼻息。案子什么的出了问题，你就只会发脾气，只会怪在我头上。还记得吗？有好几次，你都把茶水泼在我头上，茶叶都沾我脸上了。我还记得那茶叶味儿啊，是正宗的清茶。呸！我于春桐也是人，凭什么屈居在你的手下，像一条狗一样啊？啊！平常外出干活的都是我，你却坐在这里喝喝茶骂骂人。我告诉你，总领这活一点都不难，你能干，我也能干，而且干得比你好。即便是这样，也不该你来当这个总领。为什么会偏偏轮到你了？哼，这个就不用你管了。你背后的人是谁？你没资格知道。你害得我好惨呐！我今天跟你拼了！来人，把这个废人拖走。是。于春桐，我不会放过你的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唉。人以任督二脉为本，人脉乃阴脉之海，督脉乃阳脉之海，任督统领阴阳之气。冷血喝了4色鱼血，只要运功，给他打通任督二脉，让4色鱼血行遍全身，流经7经8脉，本可以解除红灵毒素，但他体内的狼毒一直激发红灵毒素。2种毒素互相牵带，相生相催，在全身游走。现在唯一可以帮助冷血的人，就是你。我怎样才可以帮助冷大哥呢？狼毒血性偏热，刚好鱼血血性属冷，4色鱼血可以完全抑压狼毒。只要打通任督二脉，让4色鱼血流经7经8脉，运行全身，
就能够把他潜伏体内的狼毒根治。只可惜，狼毒偏偏跟我抗衡，并激发红灵毒素，两种毒素跟我对抗，医治困难。所以你必须用读心术进入他的心里，遏制他的狼毒发作，让他平静地接受运功，安安静静让雨血流经他的七经八脉。爹，爹，娘，娘，爹，爹，娘，娘，娘，我是冷儿，爹，娘，你们在哪？冷大哥，你先冷静下来，不要激动。我要报仇。我要替我爹娘报仇！你冷静一点。娘，爹，娘，冷大哥，冷大哥，坚持住。冷大哥，我要报仇！说啊，冷大哥，爹，你先冷静下来，听我说，你听我说。我是冷儿，你听我说，你内心的仇恨只会激发你的毒性。你先冷静下来，我们有办法医治你的红灵毒。我一定要替我爹娘报仇，我一定要找到元凶。你冷静下来，冷大哥，你看着我，你看着我，冷大哥。我是冷儿。你看着我，冷静下来，你看着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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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冷大哥，你看着我，看着我的眼睛，冷静下来。我们要医治你的红灵毒，你这么激动，我们没有办法替你医治。冷静一点，没事了，冷静下来，冷静下来，冷静下来。啊！没事了，我会一直陪着你。冷静下来，没事了，没事了。冷大哥，冷大哥，不用担心，他的任督二脉已经贯穿，淤血已经进入他的七经八脉，他体内的狼毒和红灵毒素已经彻底清除。那他为什么会晕倒呢？刚才因为虚耗过甚，他待会儿就会很快醒来痊愈。谢谢你，刀夫人。暮雪公主，无情公子，自从你回到神侯府，你就天天练这些，都不肯歇会儿。绝不能歇，一旦武功退步，就会让敌人有机可乘。可是做任何事都要有张有弛，这样下去，我担心你紧绷着自己，只会弄得自己身心疲惫。多谢暮雪姑娘关心，我不会有事的。无情公子，我看你心里还是放不下对过去的枷锁。过去再痛苦，
已经是我自己的一部分，为什么要放下？活在回忆里，只会让人更痛苦。人是应该向前看的。我一点也不痛苦，倒是更有了目标。是为了报仇？只要有安世耿在，咱们谁也别想有好日子过。我现在苦练，是为了让那些无辜的人不再受到伤害。无辜的人？你说的是如烟姐姐和黎……除了黎墨，还有很多人都受到过伤害。其实，我早已看出来，你现在苦练飞镖，多半是为了黎墨姐姐。黎墨是我的好朋友，我只希望她能够顺利地找到冷血。无尽公子，我一直喜欢重情重义的人。无尽公子，我把这个送给你。这是？如果有个人愿意代替如烟姐姐守护你，代替黎墨姐姐照顾你，你愿意接受吗？这荷包是我的随身物品，在青葛部落，只要找到喜欢的男子，我们都会将随身的荷包送给他，象征着自己已经找到一个比金钱更可贵、更可靠的伴侣，足以托付终身。承蒙木秀公主错爱，但无情绝不能当你的意中人。为什么？现在我已经对感情没有了任何的奢望。我就是希望你能放下过去的枷锁。这世上还有很多美好的事、美好的人在前方等着你呢。这次是我第一次将随身的荷包送给心仪的男子，我不想收回。我知道这是你们青葛族的规矩，不过我实在接受不了。我希望你能够找到你的如意郎君，成为这个荷包真正的主人。对不起。你看，我就说他在这里喝酒吧。哎，一个人来喝酒也不叫我们，还是不是兄弟啊？我不叫，你们自己也会跑来。哎，有道理。不过呢，跟你一起回来的那个异族公主啊，非常漂亮，非常细心，还有呢，经常黏住你，对不对？哎，你跟木雪公主认识多久了？喂，你们是不是在异族已经认识了？你们怎么认识的？哎，他看你的眼神是不是很甜蜜啊？你们是不是情侣？快点回答，我很紧张。喂，快点好不好？我看到了一个奇怪的异象。啊？什么？你们见过比女人更3八的男人吗？嘿，去！问东问西，跟你们无关的事情也要刨根问底，这样不好吗？真够3八的。我跟你说啊，神捕就是这么多问题。我们是关心你。兄弟一场，关心你不应该啊。那么，男人比女人更3八，这也是应该的。哟，梁爷，欢迎欢迎，我给您准备了上等的厢房。啊，有劳你了。谢谢梁爷，这边请。哎，别岔开话题，到底什么关系啊？到底什么关系？他多大了？他多大了？快说啊！承蒙梁爷这么久以来的关照。喂，那个姓梁的是谁？不认识，好像是一张新面孔。多谢梁爷，也赏你的。啊，那小的先去忙了。哇，你看他出手这么阔气，难怪掌柜把他当做神仙菩萨，差点就要跪下来拜了。要不要叫掌柜的过来问一下？嗯，掌柜，哎，几位公子要点什么？刚才那位梁爷是谁？梁爷呀，是城外开银号的，刚来京城不久，也准备在京城开个银号。开银号？
那他出手很爽快喽。梁爷家大业大，很是豪爽，给起赏钱那更是毫不吝啬。你们走运了，遇到了豪客。那是，我们都是靠赏钱生活，客人给的赏钱越多，我们自然就越发的卖力。好了，没事了，几元慢用。哎，还有一个问题要问你。那个异族公主身材好不好啊？哎呀，好了，吃菜吃菜。冷大哥，你什么时候才会醒过来啊？我带你来这里，是想让你救冷大哥。等冷大哥的伤好之后，我会永远的离开。